今天，让我们一起走进《资治通鉴》的开篇故事，一个关于接班人选择失误，致使国家覆灭的故事。在秦国一统天下的征程中，陆续消灭了赵、魏、韩、齐、楚、燕六国，其中赵、魏、韩三国的崛起源于对晋国的瓜分，这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事件。回到晋定公时期，当时晋国的大权被智氏、赵氏、魏氏、韩氏四大家族紧握在手，在这四家中，智氏一家独大，势力超群，让其余三家都望而生畏。可谁能想到，就是在接班人选择这件事上，智氏家族出现了重大失误，最终导致整个家族的覆灭。接下来，我们看看智氏家族的继承人抉择。当时，智宣子决定把嫡子智瑶立为继承人，然而，家族中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智果站出来反对。智果说，智瑶这个年轻人长得高大帅气，舌尖，驾车技术一流，才艺过人，能言善辩，性格也是刚毅勇敢，这五大才能确实出众。但问题是，他没有仁德之心，一个只有才能却没有仁德的人，是很难驾驭他人的。所以，我觉得立智孝为继承人更好。而且，智果还断言，如果坚持立智尧为接班人，智氏家族一定会走向灭亡。可惜，智宣子没有听从智果的建议，还是把智尧立为了继承人。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灾难，智果向太师请求改姓，从此脱离了智氏家族。再把目光转向赵氏家族的接班人选拔。赵简子有两个儿子，分别是伯鲁和伍须。在选择接班人这件事上，赵简子一开始也拿不定主意。后来，赵简子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写了2卷包含修身自勉、训诫内容的竹简，分别给了2个儿子，并让他们牢记内容。3年的时间一晃而过，当赵简子询问2个儿子时，发现大儿子伯鲁早把竹简内容忘得干干净净，连竹简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。而小儿子伍须呢，不仅能把竹简内容倒背如流，还一直将竹简带在身边。就这样，小儿子伍须成为了继承人，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赵襄子。智宣子去世后，智瑶继承了位置，被人们称为智襄子。智伯这个人行事风格那叫一个强横霸道。公元前455年，他打着晋侯的旗号，声称要恢复晋国霸业，然后向赵、魏、韩三家分别索要一个拥有万户人家的城市。这要求一出来，韩氏家族的韩康子当然不愿意，可是双方实力差距太大，真要硬拼肯定拼不过。这时候，韩康子的父陈段圭说，智伯贪财又刚愎自用，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要求，他肯定会派兵攻打我们，咱们肯定打不过，到时候土地还是会失去，不如先答应他的要求，这样不仅能暂时躲开灾祸，还能把灾祸引到别处。等智伯从我们这里轻松拿到土地后，他肯定会更加傲慢霸道，那时候他的矛头就会指向赵氏和魏氏，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，观察局势变化就好。韩康子听了，觉得有道理，就答应了智伯的索要。魏氏家族的魏桓子面对智伯的索要，也是气得不行，本来想拒绝，但他的父陈建议先采取骄兵之计麻痹智伯，同时暗中结交盟友，等待时机成熟一起对付智伯。魏桓子的父陈仁章说，智伯平白无故索要别人的城池，肯定会引起其他家族的警惕和反感，我们先答应他的要求，让他更加骄横。智伯一旦骄横，就会轻视别人，失去人心，而其他家族因为反感他就会团结起来，这样智氏家族就长久不了。魏桓子也采纳了建议，给了智伯一座城市。但赵氏家族的赵襄子那可是个硬骨头，坚决拒绝了智伯的无理索要，并且说这些都是先辈留下来的家业，怎么能随便割让给别人？智伯索要不成，火冒三丈，于是联合韩氏、魏氏一起出兵，想要灭掉赵氏。智伯率领3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像铁桶一样，可是赵襄子凭借晋阳城的地利和人和优势，让智伯久攻不下。到了第2年，智伯趁着雨季和山洪爆发，挖开汾河水坝，用水淹晋阳，想以此拿下这座城。就算形势如此危急，晋阳城的军民依然团结一心，坚守城池，没有丝毫动摇。智伯在巡视水攻战场的时候，让魏桓子给他驾车，韩康子给他护卫。虽说实力有差距，但魏桓子和韩康子好歹也是主君，智伯这样做实在是傲慢到了极点。
看着被水淹的晋阳城，智伯得意地说：“我今天才知道，原来水也可以用来灭别人的国家。”智伯的这句话让魏桓子和韩康子心里泛起了嘀咕。他们想，智伯今天能水淹晋阳，明天说不定就能用水淹他们的都城。赵襄子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于是秘密派人出城去游说韩、魏两家。韩、魏两家也明白，如果赵氏被灭，他们也不会有好下场。智伯的嚣张跋扈，让赵、魏、韩三家一拍即合，决定联合起来反攻之事。公元前453年的一个夜晚，赵襄子派人杀掉守地的官员，挖开水坝，让水道灌进支氏军营。支氏军营一下子乱了套，赵襄子率军从正面攻击，韩、魏两军从侧翼进攻，支氏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，智伯也被杀掉。最后，赵、魏、韩三家把支氏家族给灭了，还瓜分了支氏的土地，这就是三家分晋的由来。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，司马光在这之后进行了深刻的总结。司马光说，智伯的灭亡是因为他的才能超过了品德，才能和品德是不一样的，但是一般人很难分辨清楚，都把有才能和有品德的人称为贤能，这也是看错人的原因。聪明、善于观察、有坚强的毅力，这些叫做才能；正直、心态平和、不欺负弱小、不傲慢自负、不走极端，这些叫做品德。才能是品德的辅助，品德是才能的统帅。总之，智伯的灭亡是因为他的才高于德。对于一个合格的领导者来说，德一定要在才之上，德在领导者的必备素养中必须处于首要地位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下期再见。